大家平安，老师你好，食饱你好，未？平安，食嘿，饱咯。咱今仔要钓鱼对无？还未食饱啦，咱看咱做伙去钓。其实毋是要讲钓鱼吼，但是今仔足趣味的哦。咱有足侪钓鱼的朋友吼，伊有提供迄个相片，互咱知影吼。为虾米会讲钓鱼啊？为虾米老师后壁一条鱼啊？要请大家食吗？即尾遐较足水吼。嘿，对，大家要摇看觅影无？嘿，即个鱼啊，含即个今仔要讲的有啥物关系？有人我想问你吼，你捌钓过鱼无？钓鱼有啊有啊吼，足歹钓的呢。啊，钓鱼哦，拢用啥？钓鱼拢用啥物件？钓鱼着爱用鱼竿叫做啥物？钓竿，钓竿，嘿，钓竿，啊来个爱用蚵，一个拍条绳啊，吼，条绳白啊，蛇啊，爱个爱用迄个鱼啊爱食的迄个啥物？鱼我讲叫鱼啦，吼，钓鱼。鱼，吼，叫做钓鱼，嘿，对啊，对对。你敢知影钓鱼是买乌鱼食吗？还是要哪样？就是要对啊，要吸引伊过来啊，啊，啊来伊就敢是真正要会食？毋是真哦，正要互伊哦，对，食，毋是吼，是要骗伊哦，骗伊来食。要骗诶，对，所以迄个愿者上钩对无吼？对，所以咱有看到这是咱诶观众朋友送互咱诶相片哦，因真正去钓鱼哦，因是专业诶哦，定定去钓鱼吼，银花眉秋吼，所以因钓起来诶，互咱欣赏一下呢。好，咱即届吼讲到迄个伫圣经内面有个时阵吼，伫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阵，伊头一件来就是去受着魔鬼的试探，吼。是，咱讲到耶稣受试的意义甲目的是啥物吼？头一件就是讲，耶稣受试是魔鬼叫伊吼，伫一个无人看见的所在，将石头变做饼，啊饼要创啊？饼是要来食的吼。啊，为虾米要叫伊石头变做饼？咱来看《路加福音》4章1至4节，咱请你来读好无？耶稣受信心充满，对约旦河的来，互信心带伊伫旷野内40日久，互魔鬼试伊。你是对来，第10来读啦吼，来第2节。这下日的中间无食什物物，后来就枵。咱看第3。魔鬼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甲即个石头变做饼。来，咱看第4节。耶稣一直讲：有记载讲，人会活，毋若活靠饼。来吼，我来问你吼。如果你伫40日的中间吼，惊啉水尔尔，啊无食物件，然后你会安怎？啉水无食物件，毋知影呢。毋捌试过哦。这有可能拢无食物件吼，啊人就会变足枵，啊足瘦，啊足无精神，啊看着啥物件拢足好食诶，敢会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吼，有可能你碰时啊看一物，这物件足歹食，我都无爱食。啊，但是你40日无食物件，是看这物件，有够好，看着啥物拢想要食。看着啥物件拢想要食，啊，你知影吼，人诶需求吼，上低需求是腹肚枵想要食物件，这应该是人上基本诶需求。啊，所以耶稣伊伫要来传福音诶进前，有受着圣灵充满去伫即个旷野。啊，为虾米要上？我想啊吼，伊圣经无记载啥物，但是讲伊伫即个40暝日伫旷野受魔鬼诶试探。吼，是伊是伫遐祈祷哦，啊祈祷了后，40暝日拢无食物件，加啉水尔。但是40日过去了后，
伊上需要食物件的时阵，突然间魔鬼来啊！突然间魔鬼来啊！吼，我想啦吼，假使讲有40暝日拢无食物件，有一人讲吼，哎，这面包你食，你才有可能你的四围吼100公里拢无人，啊，叫我这面包啊，无你食，啊，你无食会死哦吼。啊，我想讲，我要食，我要食吼。一直枵遮久啊！嘿，枵40日啊吼，看着面包有够好诶好吼。所以歹去诶，可能嘛会捡起来食安尼啊。哦，是吼。嘿，我拄则迄个钓鱼诶朋友讲会死。我食会死，还是食了会死。嘿，对，40日有可能哦。嘿，但是我真正是有看到人40日无食，但是因有啉果汁。有啉果汁啦，吼，有啉一寡会啉一个物件吼。是。遮讲着三密气痰啦，吼。我有去查一寡迄个因犹太人所讲的气是讲经入考验，吼。你爱去后一件代志了，啊你经过遮个物件了，你有就比如咱读册，啊爱考试，啊考试爱看你有及格无，吼。啊所以耶稣受魔鬼的试探，嘛要看伊有及格无。看耶稣及格无。嘿，有及格，当然啊，100分啊，对无吼？100分吼，来，咱来看吼，为虾米100分啊？吼，咱来。为虾米有即个试探？我头讲过吼，讲为虾米耶稣会去拄着即个试探吼？因为40暝日无食物件，啊来巴肚枵，莫讲40暝日啦吼，我一工无食，我巴肚非常枵，就想要食物件。何况40暝日拢无食着物件吼。嘿。啊，尤其即个乌巴肚食乌饱是人上基本的需求。是。啊，所以吼，魔鬼着用即个上基础人的需求来试探耶稣。是。来，你看魔鬼就是讲用巴肚枵。嘿，用巴肚枵的代志吼，来阻碍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叫主耶稣着爱注重肉体。爱过头是属灵的代志，因为吼，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吼。耶稣伊来离这个旷野40暝日，爱死的40暝日，拢在祈祷，吼，啊，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吼。啊，但是要安怎阻碍耶稣甲上帝亲密关系，就是要倒样，我物件你食，你听我的话就对啊。吼，上起码上将你家己的肉体上的需求先解决，什么代志拢莫讲。啊！你假使无食物件，人枵死啊！啊！你甲上帝，无几人想讲，你无食物件，啊，人用枵死啊！你免啊甲上帝有伙关系，吼。啊，如果是换做我吼，我假使无看到即个圣经的经文吼，我就讲好，我要食，我一定要食，我无食我会死，我会枵死吼。这是我正常人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。是，而且伊会甲伊讲。叫伊甲石头变做饼，对无吼？吼，石头变做饼吼，是一个足简单代志，因为吼，你看啊，啥物件无，石头上济，你要变偌就有偌济人去食。啊，你变做饼了吼，巴肚会枵，啊，就问题拢解决啊，你就袂枵啊，对吧？对吼。用简单方式啊，迄个都免想诶，就是安尼啊。这方式先爱好，而且伊知影耶稣会当做到，对无？会当甲石头变做饼。对。啊，内底一件代志就是讲，这件代志吼是上秘密代志。你旷野吼，惊耶稣啊，倒啥物啦？倒动物啦吼，啊，倒我树啊，啊，倒抓石头，啊，拢无半个人去啊。所以耶稣用这个石头变做饼，无人知，惊啥知？惊耶稣知。惊魔鬼知，啊，都上帝知，啊，来就无人知啊，对吧？是，所以这是一种试探，对无吼？无人知啊，不要紧。像咱是半暝啊，半暝开车的时，敢莫停红绿灯，爱停，红灯敢莫停，无人，半暝2-3点。我拄想一件代志啦吼。细汉吼，阮做囡仔时阵足爱食糖啊，啊，迄阵糖啊吼，
差无得要去买糖来食，拢爱爸爸妈妈有阮即个一寡零用钱嘛吼。是。但是爸爸妈妈会买一寡糖到咱厝内，讲某某某某人，你一工人食一粒嘛尔。但是吼，遐咧十外粒呢，我一粒食无够吼，我来偷食一粒啊，无人知影。爸爸妈妈会比算呢。吼，这就是。妈妈有咧算。袂算，反正是要你食的嘛。但是讲吼，你到10粒嘛吼，你一工食一粒，10工你会当食10工，咱会摕偷食。偷食。偷食无人知嘛吼，偷食无人知。嘿。所以对。这样都讲着吼，为什么迄个魔鬼伊的规矩要叫耶稣将即个石头变做饼吼？伊是要互耶稣伊本身显出伊家己的材料。吼，免个别人面包吼，爱去要食面包，有麦仔嘛吼，爱倒人去敲做面粉，是讲来做做面包，吼，爱家己爱出一寡力，吼，但是嘛爱有靠别人啊，吼，但是则讲着吼，如果你将石头变做饼吼，你家己就做会到啊哦，别人免咧斗相共哦。上帝嘛免讲来讲这物件要你食，只要家己讲我将石头变做饼，就变做饼。以上吼，耶稣讲有法度。会啊，嘿啊，伊会当甲。知影是神嘛，吼，所以。死人个我嘿对。石头简单。但是为什么耶稣？你看耶稣敢有会将这石头变做饼？无哦。对啦。咱来看吼，迄个。咱来看魔鬼为什么要叫耶稣来做这代志？咱来看伊的目的吼，是要叫耶稣来顺探魔鬼的指示。我你讲安尼做你就对啊啦，你莫咧上当上西，只要你有石头变做饼了吼，第一无人知嘛吼，第二吼你巴肚就袂枵啊，这嘛是你家己知调啊，因为你有知调会石头变做饼嘛，对吧？爱顺探魔鬼的指示，伊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对，魔鬼都爱人听伊的话。倒来吼，要叫耶稣变质，失去伊的人格，互伊的人格扩散。咱有影会讲到遮吼，伫咱的生活过程中间吼，足侪友人吼，拢是共款要互咱我爱遵探一个所谓道德，所以袂咧头体，袂使哪样。但是伫遮吼，伊要叫耶稣你就是个神，你学石头变做饼是足简单代志，但是这敢是一个正常的代志？毋是吧？吼，应该是人的话，无可能安尼啊吼。因为你告诉要学迄个食饼，你爱经过耕作，经过迄个用即个麦仔的成长，了后变做大麦，变做粉来做饼嘛吼。但是你叫石头变做饼，这是违反大自然一个现象，吼。伊可袂使用耶稣，伊本身是一个神，用伊神的物件来学物件，为无变做有，学这物件本来袂当的物件变做会当的物件，这若想对耶稣来讲是一个人格上的破产啦。互伊袂记你讲，伊是要来做人的啊。是要来做人，要来做人。倒一件吼，就是满足人的私欲啦吼，互人合理罪恶的中间吼，因为咱知影吼，人的一个私心吼，所以私欲是永远甜袂甜。我今仔到有面包，但想面包袂歹食，这无够，我来变一个牛包好啊。我来变只牛啊，我来变只羊啊。安尼有可能会好食，嘛食会饱。变所以今仔讲你会变做饼了，有可能魔鬼讲这无够好，你会变只羊啊，羊啊开始烘好羊啊吼，烘好羊啊放里了你食。所以你只要受到伊的诱了，你会满足永远拢无够，会一直想，有即个以后我要倒好念啊。是，所以就是讲，伊希望人会当迷失对无？迄叫做啥物？伫家己诶，迷失去，迷失去，家己佫毋知影，家己感觉迄是做正常诶啊。我材料非常好，我材料非常好吼，人做袂到，我做会到，
倒人满足，这袂歹，真正好。有需要吼，安尼要安怎咧？咱定定嘛是做者试探哦吼，试探有比如讲有人无看到诶时，就想讲我敢有需要停落来，拄着红灯敢有需要停，来若无人诶时，来若无人看诶时，敢有需要做啥物代志吼？嘿啊，像阮爸爸讲吼，迄汤柑仔吼，一工食一粒，你会当甲姐姐做伙食，逐个分批食，头食一粒无人知影，头食一粒无人发现。你譬如老师讲上课袂当耍手机啊，但是伫下骹看无人知吼。是啊，嘿。所以这种是足大诶，对咱人诶一种威胁啦吼。咱来看吼，咱要安怎较赢魔鬼诶规格诶方法吼？第一吼，咱爱去认清咱诶活命诶根源吼。头个有讲过嘛吼，伊个耶稣讲吼，人活着哪靠着食物吼，即讲毋是独我靠食物吼，是我靠上帝话。肉体诶生存毋是上重要诶，灵魂诶生存才是上要紧诶吼。为啥安尼讲吼？人活敢无重要？人活嘛非常重要吼。但是咱用人诶活甲咱诶灵魂诶活命诶长甲短来看，人有可能伫世间上100担好无吼？啊无，种咱当然讲食到120岁，啥长岁寿。但是你诶120岁甲永永远远来比较，是非常非常诶短。毋通为着即个足短诶代志去出卖咱诶灵魂啊！灵魂诶灭亡甲灵魂伫咱讲圣经讲人有一个死了受审判，买落伫地狱是受永远诶火诶烧吼，这是永永远远吼，人诶活命吼，长岁寿120岁，总是甲你永永远来比较是望影久啊尔。第二讲，我靠上帝话吼，都爱尊叹上帝话。你来想看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其实上帝有讲袂使听魔鬼诶话，对无？比如讲，迄个啥物亚当夏娃。阿东甲夏娃。嘿啊，上帝讲迄个树仔袂使食哦，但是迄个蛇就讲食无要紧吧，无一定会死啊吼。所以伊就是互伊无爱听上帝话，所以这是一个即个是诚严重诶哦。若做讲咱要较赢对无？较赢魔鬼吼，较赢魔鬼嘿，咱着爱听上帝话吼，无管人讲啥物吼。咱来讲啥物叫听上帝话啦吼。迄个咱知影讲，咱伫圣经内面有人看旧约，看着进前上帝摩西诶10条诫叫十诫嘛，10条诫吼。最终即个物件到尾伫生存吼，伊只要讲着讲吼，伊讲我免伊一个人去问耶稣讲，我免要去得到永远活。伊会讲吼，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诶上帝，倒来听你诶厝边是家己，吼。上危险讲到遮话，因为伊知影讲人要去遵守各个代志拢足困难诶，但是你起码上，你就爱听你主你诶上帝，你就爱相信。相信因为你就爱从你即个听心分享互别人，你诶厝边有拄着啥物困难，你爱帮忙伊。即个上基本诶一句话安尼啦，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诶上帝，得听你诶厝边亲像家己啊。是，就是讲，咱诶朋友讲诶魔鬼伊若想要做上帝，对无吼？所以伊想要人听伊诶话，莫听上帝诶话。所以咱诶啥物抵挡第一步，就是第二步就是爱听我靠上帝话吼。对嘿。来吼，就讲咱会拒绝魔鬼诶试探甲意见，忍耐等候上帝拯救。我有看到吼，魔鬼叫耶稣将石头变做饼，是要来满足人基本诶需求。你到听着我意见，你就巴肚袂枵，但是这并无合着上帝伊诶心意啦吼。
上帝的心意是要耶稣基督来世间做人，知影人的痛苦，才上帝的声来互咱所有世间人来为咱死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咱袂使去受到魔鬼的试探。即个物件无人看到我紧，无人会知影，但是上帝拢知影，上帝拢知影吼。上帝伊嘛知影咱人的软弱，上帝用伊的方式来拯救咱，咱只要听伊的话就会知影。是，譬如讲，人会讲，圣经也无讲袂当，啥物抽烟咩讲？袂当食薰。袂当食薰，吼，所以就感觉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但是有当时也是家己的身体着伤害啊，吼。其实以即个食薰即件代志来讲啦，吼，我的认知是讲，因为以即摆的科学家伊来讲，食薰会伤害家己的身体，吼。是。咱的身体，咱讲是爸母生互咱的嘛，吼。所以将以即个讲嘛，是上帝赏赐咱一个活命，咱来珍惜咱的活命，而且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啊，咱袂使去拍咱上帝的殿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对啊，因为有的人会讲，我有我的自由啊，你袂使管我的自由。但是有当时即个自由变成一种，互伊安那卡掉的哦，就是管制。有脱界嘿。看来就是你无法度无法度停对无吼，无法度戒掉，就是你着爱一直食吼。反正变成无自由啊，安尼。对啦，比如讲我嘛有同事吼，伊讲我食薰无要紧，伊讲我问讲你哪会食薰？伊讲迄阵读册阵吼，人讲色薰真正好，查甫你着爱养食薰，到尾仔了吼，想要戒袂起来。我讲这着去咧，顶讲人讲吼烟瘾啊吼，阮大夫叫做烟瘾，会烟薰，想搞摕要食薰，我无食嘛足艰苦。咱所讲事实上啦吼。如果这要讲较严重的，这嘛是一种诡计哦，吼，这嘛是诡计，互你相信这个薰会当互你有安慰的心。我真甲捌听过一个医生讲啦吼，讲食薰啦吼，会当安慰人的心，这安慰人第一站，吼，我试薰了，我会想足好诶，就安慰着你。但是你毋知讲后壁对你的诱惑是非常非常的大，要你戒这个薰是非常困难啊。看啉酒足成诶，对无吼？啉一杯、两杯、三杯袂要紧，一罐、两罐、三罐，对吼。所以，啉酒鬼啊吼。对啊，就无法度控制家己啊吼。所以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代志无法度控制，你会当来礼拜阮的上帝哦，安尼上帝会当帮助你吼。讲台语，每礼拜讲台语是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。这个节目是台南信教会和泰国的科莫基金会吼做伙主持的，多谢老师嘛，多谢观众朋友食饱来啊！咱拄则迄个钓鱼的朋友来吼，好，不要紧，真欢喜吼！伊即几工吼，这年底逐个拢做无用的吼，多谢逐个来甲咱支持。好，安尼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。多谢老师，平安。平安。